号畅水南海鲲号昨搁再出海，今仔日有可能赶紧搁来进行第4天的潜航测试。专家指出，昨应该是有撑落去50公尺至100公尺深来验证相关的系统。将你的所有的设备都整个验证过很多次，才能确保它在水底它的运作是正常的。所以包括整个潜舰的舰体，它承受水压的状况。 有一个军事迷透早就去到高雄港为海鲲号来乌演，昨这海鲲号是进行第3天的潜航测试，台船所打造的无人船也做伙来试验。因为专家是呼吁台船公司唔通为着要紧来完成交船煞伤过赶工进行测试，应该得爱照起工一步一步来。 咱继续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通电话，讲到台湾的议题。咱的总统赖清德就强调，美国、台湾甲中国的关系无改变，台美关系也是真坚定。因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是关注伫咧习近平甲美国呛平讲，得爱斟酌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 中美搁再热线，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测试通电话。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平台答问，甲习近平讨论政治议题，包括贸易、军事、4月访问中国的行程、台湾、陆俄战争，目前伊拢叫设定。 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伫通话中特别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上重要的问题。佮讲到台湾袂使分裂，爱美国一定爱谨慎处理对台军售。总统赖清德表示，台美有正好的沟通管道，台美关系真坚定，而且美中台三边的关系维持死的无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事实不变，台美关系坚如磐石。 各项合作计划持续进行，不会改变。对习近平要求美国谨慎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军购特别条例伫国会和南北真侪解走动，总统赖清德搁再公开发声。中央政府总预算和国防特别预算一定要顺利审查通过，这样才能够赢得国人的信任。 也不至于对台湾带来危险。川习通电话了后，拢讲到台湾，国家川普4月要去中国访问。纽约时报指出，北京当就台湾问题向川普施加压力，要为4月川习会铺路。不过学者认为，比起中国官媒甲台湾议题放伫谈话重点，川普的答文是敢简单讲到台湾，明显有争差。 这个新华社的发稿关于台湾问题讲了落落等，可是川普的回应就是一句话，很简单，他说：“你们中国的关切我知道。”感觉上川普有点在，讲难听在敷衍啦，习近平啦。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因为川普4月份要去中国访问来对台湾政策做出很大的改变。 外交部表示，持续关心美中的交流，甲美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川普上任真侪届声明对台湾的支持，也甲美国一向的对台政策。台湾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甲美方在内的理念瓦紧友谊合作，尽力维持现况。记者采访报道。 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也是中国配偶的李正秀，伊的国籍争议也未收煞。内政部长刘世芳就表明讲，因为有其他的国籍有忠诚的问题，所以拒绝提供机密文件给李正秀。希望各部会首长也爱安尼做。因为李正秀是来发表声明，希望刘世芳对所有的立委标准拢一致。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更要依照中华民国法律，我们一切以国际法的标准。 来完成认定。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金秀因为中配身份产生国籍的争议，内政部长刘世芳讲，依照国籍法，李金秀正式就职进前，将申请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而且将相关文件送交立法局。因讲内政部到即马也无收到相关的影本，所以李金秀可能也未完成就职的手续。 在这次李珍秀要担任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呢，她本来就是有双重国籍，我们会认为李珍秀女士并没有完成退籍的申请手续。解职的部分的话，就由立法院来做她解职机关上面应该有的程序。刘世芳讲，虽然立法委员本来就会当调阅物件，因过内政部未提供机密以上的文件甲告知给李珍秀。 内政部会尽量规范，也希望部会首长照会做。有关密等的认定呢，是由机关首长来认定。那我们还是一样，就是按照相关的这个规范
来处理这个密件是否提供为原则。那我也很认真的会希望说，其他各部会的首长呢，能够按照审任的一个规定来办理。对李真秀国籍的争议，中国国台办找我讲，世界上只敢若一个中国，两化同款是有一个中国，无所谓放弃国籍的问题。咱陆委会也有回应。他们不会让李珍秀除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那是他们的规定啊。但是我们的规定是我们的事啊。他们执意不让李珍秀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籍，那就是他是在剥夺李珍秀在台湾担任立法委员的权利。李真秀讲，制度会当修正，法规会当检讨，但佫袂当因为个人去做设定。也讲对老西方的发言感觉违宪，希望对所有的立法委员标准拢爱同款，唔是为了要污名化、打标签才做这种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因为有风面通过，各地拢变天变较高落雨，下暗开始气温也会继续降低。今仔透早，各地气温大约18至22度。这时啊，北部宜兰地区的高温嘛，干那24度；中南部花莲地区是23至26度，南部台东地区有较烧落，大约25至29度。明仔载北部甲宜兰地区温度会阁明显下降，伫咧中南部日时啊，嘛会变较凉，各地是愈暗会愈寒。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真侪民众过年要出国佚佗，疾管署就提醒讲，要去日本、韩国的，就要预防流感的疫情。因为去美国、加拿大、印尼、印度、越南的，要注意满，尤其是伫咧东南亚，就要注意天狗热、屈公病等等。过来是《自由时报》。台中的太平地行昨去互人开20外千，这玻璃大门全称指控，有一个17岁少年囡仔早前去投案，不过无排除是误导伫咧背后咧塞人。落尾是《联合报》，台北有一个102岁阿公甲69岁看护登记结婚，这阿公的事使着质疑看护是咧肖像财产，所以走去病院甲这阿公抢倒转来。原来这看护是来提告因涉嫌妨害自由、伤害，也有妨害名誉等等。咱继续来看，伫咧1当前，新北新庄有一个70外岁查甫人，伊长期咧照顾伊有水脑症的这个看守，所来将这看守对14楼悬架车落去，当场死亡。昨一审做出判决，认定伊犯罪手段甲一般凶杀案无同，符合刑法的规定，减刑2改，依照杀人罪，甲伊判刑2年6个月。未堪咧照护的压力，洪掠一个姓林的老先生，用手甲伊着水脑症的某，对伊14楼徛架的窗仔门塞落去。案发了后，伊随去派出所承认家己杀人。一当外前，新北市新庄的这个案件，最高宣判，一审照杀人罪判2年6个月。被告常年独立细心照护被害人，为被害人病情持续恶化。被告在长期负面情绪累积之情况下，将被害人推下窗台，量处被告最低刑度。这个70外岁翁是得到2摆的减刑，第一是符合自首的要件，所落来合议庭是考虑到伊伫拢承认犯行，因某的其他的家属嘛无要追究，无提出求偿。综合这个原因，认定专案和其他起凶杀人，也是无在害命的杀人案，也是无差别随机杀人案的动机手段明显无同，适用刑法59条的规定会当减刑。咁要上诉被告的律师讲，受到判决书再看，有2次减刑，这是呼应了辩护人诉讼上的请求。那对此我们要感谢司法的判断。当事人目前还在羁押当中，因为登记照护出现的家庭冲突，甚至是造成悲剧，国内不时都在发生。台北市都有济伙负责人照顾西游姐翁已经30档，实在伤忝了，要用讲推啊甲公事。二审判判2年，假罪5年。2档外前嘛有80外岁的老母照顾囡仔50外档，亲手甲囡仔抬死，一审判2年半。过去在这样的案例发生后，都聚焦在只是司法判决，杀人者在事前有没有曾经去求助，他抗拒使用资源，还是资源真的是不好用不够用，这样子的评估结果才能作为我们改善整体制度的一个参考。家长点出寻求外援的重要性，透过专业协助来降低负担。但是讲到整体的长照，嘛讲即摆制度是无顾到照顾者的身心健康，尤其当前的家庭对休喘服务到大小型机构的补助，拢阁有检讨空间。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中北区汉口路一间卖炊饺的店，有一位人客食饱要去纳钱的时阵，所互这隔壁桌的人客举刀来甲伊抬着伤，这个嫌犯佫随绕跑。好佳在警方是已经掠着人，这着伤的人客也无性命的危险。调查落去发现讲，这嫌犯甲被害人根本就无熟识。台中市北区汉口路人来来去去一间炒饺店，吹时暗时差不多8点迄卡到，41岁姓刘的查甫人甲朋友伫内底咧食物件，食煞要离开的时阵，雄雄去隔壁桌50岁姓林的查甫人摕刀啊去拄着伊正边的菜脯骨，双方拢无熟识。啊，姓林的查甫人犯案了后就随选啊。我们起身，然后朋友穿完外套，我们要往外面走的时候，他就也起身，然后右手背着包包，然后左手拿着剪刀，然后无预警就从我朋友身上刺。警察还没来之前，那个拿刀的人就离开了，然后救护车也来，有可能有送受伤的人走。警察接到报案，赶紧派人到现场调附近的监视器去捉嫌犯。找5半暝2点外，伫北区姓林的查甫人住的所在，甲伊掠着。啊，炒饺店业者找5正常开业，啊，毋过打开无3礼拜，店内就有人客去互刀拄着伤，伊嘛感觉真无奈，烦恼生理加减会去互影响到。我在后面理货，然后就听到动静，我就出来，然后就有后续警察到场这样而已。多少都会啦，因为毕竟我也刚开不到1个月，所以遇到这事情我也很无奈，所以我还是正常营业啦，平常心这样子。成功锁定50岁林姓男子设有重刑，专案小组于本5日凌晨在林显住处将其查缉到案，依法带返侦办。消防局表示，受伤姓刘的查甫人菜脯骨顶悬差不多有1公分的空脆，人也佫清楚有送病院去治疗，无性命危险。警察讲，姓林的查甫人咧访问话时阵，拢应一寡甲问题无相关的代志，啊，精神嘛无介稳定。专案的依照刑法、恐吓公众、伤害罪等等的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旧年底台北捷运来发生随机攻击人的事件了后，双北市府有合作来进行第3阶段的演练，看管市地的演练，是模拟嫌犯伫咧几内捷运站来发动攻击。不过，昨伫咧演练的时阵，这新北所发出来细胞简讯，煞无写到“演练”这2个字，害民众抓准真正发生事件，引起惊吓。其中有旅客遭到歹徒刺伤。模拟歹徒雄雄掠刀啊，随机攻击新北市的捷运3点埔国小站柜台旅客，民众是惊甲随人讲，保全发现唔到，早防暴警车想要来协助歹徒。警方接到通报到场，先用番茄仔水扫落来，再用电击器来制服歹徒。救援人员嘛赶来救治伤者。不过，另外一个歹徒是继续伫台北市的捷运大桥头站的攻击。捷运站较紧疏散旅客，但是歹徒所甲人质掠来，和警方对峙。警方抓准时机，甲歹徒断势解除危机。第3阶段演练的关键情境，其实就是多名歹徒在双北不同的车站来接连发动无差别攻击，而这最考验的就是跨县市的联防机制。突发状况随时都很有可能出现，那我们平常就有那种危机意识。如果是在这周遭，我们就铁门直接拉下来。台北市第3阶段演练是和新北市联手，但却出现意外状况。这摆演练同款伫市区内500公尺的范围，发送细胞简讯来警告。不过斟酌看，第摆的简讯敢若写捷运3点埔国小站发生重大治安案件这内容，无加注是演练，造成一寡民众是真惊吓。5分钟后，搁一摆发送，才紧急加入演练这个字。我们在发第1则的时候，觉得这样会可能怕民众会误解，所以有第2则也在前面再特别加强演练这样子。那也请民众收到这种演练的不用惊慌，但是真的收到有状况的时候要立即反应。新北市消防局强调讲，地方政府较少发细胞简讯，未来加强同仁的训练。我们不要因为1219事件随着时间的过去而降低了警戒性，宁可捞过界，不要3不管。同时也做了2个城市之间跨域快打的一个联防。因为最近是小连续发生台南随机伤人案和暴力伤害警察的事件，加上都要过年啊，为着防范这种暴力事件搁发生，警政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民情采买市场、带着运输场站这人较侪的所在，增加巡逻的密度，提升见警率，强化协助犯罪。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乌克兰甲罗西亚三方第2轮的和平会谈拄啊结束。罗西亚甲乌克兰就正罕见，虽来交换157个政府，这是4个月来头一届。不过目前是还未传出这谈判有啥物大进展。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表示讲，已经有在安排进一步的会谈，有可能会伫咧美国举办。包括7个平民在内，乌克兰157个战俘平安倒转来。罗西亚也有157个兵仔，互人遣送回国。路国表示，乌克兰手里也有无辜的罗西亚公民，希望赶紧放人。这是4个月以来头一届政府交换行动，也是阿布达比会谈主要的成果之一。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形容和平谈判细节深入，而且真有成果。俄乌战争要收煞，也有真侪石头要做。Багато аспектів неможливо обговорити телефоном.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гресс есть, и идет хорошее позитив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перед. 目前上歹舞的是领土的问题。罗西亚要求乌克兰甲也未受到控制的顿巴斯东部工业区村的部分刮出来。另外一个关键是，基辅要求欧洲的盟友甲美国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伫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阿济有一个100公尺深、超过9000平大窟啦。这款闭开的地形，有可能是2000年前的火山地形去撞到水了后山围形成的。最近这5档跌落去的范围是愈来愈大，当地政府嘛赶紧甲中央特救兵。这个大坑甲公路切断，并且这座高压电塔真危险。印尼苏门答腊岛中亚区的这个大坑。跌落去到即马已经25档啊！迄当阵上早是侦测到地层山灰，过2日了，地面就开始闭开，因为这是火山地形，土内面有真侪火山的碎坡，也有火山灰，若含着水就会闭开。过去5年跌落去的范围自8100多平增加到9000平。咖啡田也有辣椒田面就拢救赎，有一寡农田离断崖只敢若几公尺，可能明年就无法度搁种植。Belum, cuma kan udah, cuma kan jauh masih anu kan. Yang apa ya dalam waktu dekat ini lah, 1 bulan inilah mulai kan. 为了要避免有人撞入去发生危险，离断崖10公尺的所在有防锁线，才唔通挖过的警示牌仔。过去几个月，这个大坑落的速度有愈来愈紧，主要是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苏门答腊拄到强烈大雨侵袭。水渗入去地层，造成大规模山崩。即马崩落的范围已经挖过明体加输电设施。电力公司紧急下令，要把这支电塔刷走。Untuk menghindari bencana sinkhole ini terhadap Tower 76, kami juga lakukan pembongkaran atau dismantling setelah konduktor kami pindahkan ke tower emergency。这个大坑甲中亚区唐港交界内贝尔梅利亚主要道路切断，当地政府讲，即马灾情的规模已经大到因无法度处理，已经通报中央政府调派人力甲资源协助因处理。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立陶宛总理表示讲，无和欧美参详过，就来设立台湾代表处，互因真正开，等来恢复甲中国的关系。安尼外交部回应讲，台湾甲立陶宛是自由民主的重要伙伴，代表处号名是双方的共识，会阁继续来推动合作，加深关系。有一个33岁台湾籍的查某人去澳洲做山港度假，因为租厝的纠纷，就来进行放火、破坏等等的报复行动。但澳洲法院改判刑6年2个月。法国检警有伫一间民宿查到卫星天线甲掠资料系统，涉嫌为中国在做间谍，拢总逮捕4个嫌犯，其中2个是中国籍。因为中国外交部就谴责这是在做乌。镜头转来看国内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德嘉初5去日本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台积电当咧评估目前抑个伫咧起的这新本第2座晶圆厂，未来要改做3奈米的制程。另外，美国商务部长搁再来施压，讲着要转移半导体供应链。这经济部长景明显就来强调，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大部分也是留点在台湾。面对镜头笑笑做伙翕相，初5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拜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台积电伫日本的布局阁有重大进度。目前伫新本当得起的第2座晶圆厂，未来可能改采3奈米制定的技术来生产，应用 AI 造成的强需求。I'm honored to be here
to announce a new gigafab plant in Kumamoto, Japan. The fab will utilize TSMC's 3nm technology when it is in production. TSMC の熊本への進出は我が国のミッシングピースであった先端ロジック半導体の国内生産を実現すると同時に幅広い関連投資の誘発など大きな経済効果をもたらしています。台积电3奈米制定的应用范围真宽，产能嘛真紧张。2026年台湾厂暗算国冲到13到15万片。另外，新本质厂原定2025年的10月正式起新本质厂，而且在2017年的12月开始投产6到12奈米制定，这嘛是苹果导入生产3奈米制定，嘛和日本经济产业省针对计划变更来做协商。本地122亿美金的投资嘛，可能增加到170亿美金。对于台积电来说，当然可以适时的去缓解，那么客户呢这方面对于3奈米的一个强劲的需求，也可以从日本的熊本2厂来做一个及时的供应。当然对于日本来讲，那么当然他们先前政府也希望台积电呢能够以先进制程那么落地在日本，因为毕竟半导体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物资。台积电的先进制定海外投资计划脚步无要停，这是红看作是战略物资的半导体，真侪国家拢积极要争取。最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搁再讲，甲所有半导体制造拢放伫离中国敢若80英里的台湾，这个理路根本袂通。美国的核心政策就是甲半导体产业炸登去美国。台湾会不会空洞化？当然不会啊，因为台湾的投资没有减少啊。2028年任内要4成。这个怎么算我也算不出来，因为如果以现在第2个厂2027年才会盖好，那第3个厂才开始要盖，2028年就已经结束了。经济部长景明显是强调讲，台湾的投资无减少，先进制定上大部分共款是滚到台湾。正正预估2036年台湾和海外产能的占比是8:2，未改变。对台积电新本厂增加投资，经济部投审会目前还未收到相关资料，嘛会持续来关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推动关键扩散计划，有55个国家参与讨论，希望透过调整关税来维持绩效，嘛反制中国用削价或者是限制出口的方式来做政治施压。这回咱台湾是无参加，不过美国国务院表示讲，台美已经有进行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启动关键扩散储备金库计划，邀请包括韩国、印度、泰国、日本、澳洲甲公告等无共程度、提炼甲开采能力，拢总55个国家参加由副总统范斯甲国务卿罗比奥等美国官员出席的关键扩散部长级会议，寻求全球合作，计划透过关税调整维持绩效底线，建立稀土供应的生产线。This historic initiative will combine $10 billion in export-import bank financing with $2 billion in private sector financing, and we even expect the American taxpayer to make a profit from the interest on the loan used to start the Project Vault。 根据202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掌握全球70%的稀土开采量，佮生产90%甲稀土相关的加工制成品。为了报复美国的高额关税，中国嘛伫去年限制甲汽车、军工、甲科技业等相关的关键稀土原料出口，互美国加速推测关键扩散的开采甲投资。美国国务卿罗比奥伊伫会议里虽然无明确讲出是中国，不过表明稀土可能变做政治施压的工具。 A broader mistake made by the industrialized and developed world is we all sort of fell in love with the design of these things, but forgot that in order to design something, you have to be able to build it, and in order to build it, you have to have the fundamental materials necessary to make it with. That's the key goal of a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and today it's heavily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one country. And that lends itself to, at worst case scenario, being used as a tool of leverage in geopolitics, but it also lends itself to any sort of disruptions, like a pandemic or anything that could political instability. 虽然目前敢若伫倡议阶段，不过美国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1个国家愿意参加，还佫有20外个国家表现真悬的兴趣。但是台湾虽然无参加这届会议，不过美国国务院指出，美国甲台湾伫这阵的经济欢迎友伴对话中，已经针对关键扩散合作做出战略性的协调。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台湾所谓外交协会甲珠江学系大学生有斗阵来开发一道软体，透过人工智慧的技术来协助民众会当随时分别网络有问题资讯。网络顶有人咧谣传当局死亡，现在社会假信息是愈来愈侪，为着要互民众会当分清楚真的也是假的，一群大学生包括清大、新大和阳明高大，因斗阵开发出一个 AI 工具，或者真假秒一个。民众只要下载伫电脑顶悬看新闻或者是网络资讯，就会当用这个软体，互你看到你唔知的代志。现在其实新闻媒体有偏左派、偏右派，甚至可能有中资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告诉民众，新闻后面它到底是不是有使用所谓中国的资金等等。那也包含像是它有没有使用像是中国用语等等的状况。根据德国民主中心2004年做的民主报告，台湾已经连续11年，互人评做全球遭受外国信息上严重的国家。随着国际情势变化，假消息唔但会影响国家社会，更加对国家安全造成冲击。台湾所谓外交协会才会提供资料，和珠江系大学生合作开发这个软体。它有点像是文组跟理组的一个结合。工程团队在开发工具的时候，他们会比较着重在功能的进步的部分，但其实这个认知作战的部分，它其实需要很多文组的研究员投入来做一些资料还有文章的分析。这个软体主要分析的内容有分6种，亲像文章敢有使用中国用语，针对国防安全的消息敢有正确，敢有煽动对美国的无信任，假造政府发布消息等等。因希望互查核唔但是专家的工课，是每一位公民拢会当参与的日常。记者台湾谢桂玲台北报道。最近金银的介绍拢起价，都有人上准央行推出的生肖纪念碑，是甲这介绍化冠军杯。央行也证实讲，伫去年底就发现有人调工买真侪套这套币，就惊有人利用价差来趁钱，所以也甲未卖出去的生肖套币隆重回收回来。银行门口正侪人排队，等咧要买中央银行所发售的苹果每年新寿纪念套币。今年因为国际贵金属介绍起，每年新寿套币介绍是2450块，创历史上悬的介绍。上市即天4万套拢卖完，因为白银的介绍大起，拍卖网站已经自4800开始划价，往年的新寿套币也开始低起。像这个现在一颗就差不多2000多块。贵金属交易平台业者统计，白银的即时报价差不多1盎司79块美金左右。顶个月介绍才冲到历史高点，1盎司超过120块美金。去年一年起爆超过162.85%。邮币业者讲，最近新寿套币真侪人问，有人认为怎么介绍好要提出来卖，也有人认为会个起价怎么要买。最近蛮多人在询问这些银的套币，以前买的成本可能都是1000多块的成本，可是现在银有时候也有报到3000多块也有。根据央行官网的资料，新寿套币银币当25公克，里面含1英纽的银。若是用顶个月白银介绍的观点来算，价值已经超过卖介绍。惊讲有人大量买，结果卖央行第一遍甲委托中华邮政代卖无卖完的库存新寿套币拢回收，做以后做备完了。去年12月，我们就发现到那个民众购买的数量有点异常，跟往年的平均数，然后银价也是大涨的嘛，然后就那个银价已经几乎是要超过我们的售价了。中央印制厂及台湾银行分别于114年12月下旬及本年1月中旬通知本公司停止供货，各地邮局停止请货的作业，现有库存售完为止。中华邮政讲，因为邮局的店较多，并无看到抢买的情形。但是因为一个银的介绍起，买的人有较多，配合央行启动回收作业，纪念币库存若是卖完就袂搁再补。记者综合报道。有民团来公布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看网络的报告，有超过63%的青少年讲，因的父母、老师真少在主动甲因讨论使用的规定。这调查嘛显示讲，上过使用这的网络看这的电子产品，已经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即卖青少年伫咧充满数位产品的环境当中成长，嘛拄到会算甲条例，或者是数位性暴力等等的风险。长期关注青少年成长议题戴孝明，针对青少年使用数位的情形来分析，发现因平均每一天使用数位工具会超过7点钟。
生活中都是在充斥着网络啊、数位啊等等之类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也深深的影响到了青少年，所以它可能影响到人际互动，可能包括心理健康。调查发现，讲有超过63%的青少年认为父母甲老师真少主动甲因讨论相关的规范，而且若伫咧网络顶拄到无爽快的情形，有差不多22%的青少年会甲朋友讲，有23%希望老师或者是父母会当甲因斗相共。教育部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件事情。我们在108课纲里头，其实就已经有就是核心素养，哈，这是资讯科技与媒体素养。针对这点，教育部呼吁家长都要重视青少年网络安全议题。专家建议，透过亲子沟通甲陪伴，做伙找出青少年有兴趣的代志，是减少使用网络真重要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昨透早平湖白山乡一笪私人的资源回收场发生火灾，因为现场主要拢是塑胶类的废弃物烧起来，烧的面积大约有到2000平方公尺，这空气是全歹味。环保局已经有咧监测这个空气品质，也呼吁民众出门要爱看嘴安。最后透早5点多，天也未光，这个资源回收厂导火，消防人员赶紧牵水线拍火。这个伫平湖县白山乡鸡头村内的私人资源回收厂，唔知什么原因导火，因为现场有囤积侪塑胶类的废弃物，拍火加真困难。经过6点钟，火才拍花。现场是燃烧塑料类的这些废弃物，然后目前燃烧的面积初步是2000平方公尺。火灾的原因由火调人员后续会调查中。现场的乌烟呛天，就算是火已经控制掉，空排画面也是看到烟一直呛起来，还佫闻到正杂屁的臭味。环保局监测，鸡头、填海这块区域的空气品质会受影响。近日的风向是东北风，那受到的范围可能就是包含了赤坎、旗头、蒋美、瓦同、小赤等村庄。那如果有村民要出门，务必记得携带口罩。环保局讲，火伫最5日到2点之前全部拢拍花，也随照迄当阵的空气品质指标 AQI 浓度是47，算良好的等级。不过，较敏感的人出门时阵也是爱挂嘴安。资源回收厂囤的物件是毋是违反废清法，会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的403大地震造成太鲁阁国家公园正大损伤，有真侪所在拢封路，但经过抢修，有部分路段已经开放，而且也有推出故事地图、甲电子导览等等服务。加入太鲁阁国家公园大地，游客当透过手机了解历史文化以及地理等相关的资讯。这就是太管处所推出的太鲁阁大地故事地图，结合 QR code 加数位导览，和民众会当探索相关的资讯。上到这个故事地图的平台，那就可以很轻易的可以自导式的就进入到这个步道，然后是更深入可以认识台地步道的这些资源跟特色。0403地震了后，太鲁阁大部分的步道拢受到损伤，到今也未全面开放。不过最近太管处宣布，丽水合流步道会当局部开放。丽水步道开放250公尺，爱对小吊桥遐原路驶转来。丽水文山步道开放450公尺，到导游湾就爱原路驶转来，行程大约30分钟。包含绿水展示馆、绿水步道、绿水文山步道的局部路段都已经完成修缮。目前即日起已经可以开放给游客去赏景使用。太管处强调，受限台北线中环公路暗时封闭，所以丽水合流步道今日时开放，请游客毋茫入去还未开放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另外，过年时间进入中环嘛，请注意交通管制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要过年啊，高雄的三凤中街已经热闹滚滚。不过有民众去看年会，就表示讲有店家是趁这过年过节糖啊大起价。因为业者是背回讲，因已经2档无起价啊。相关的理事长就建议民众，若是介绍有问题，上好是当面爱问好清楚。消保官也提醒业者，就爱甲介绍标示好清楚。网起正侪色的糖啊，摆正整齐。农历新年伫要到啊，高雄出名的年货大街三凤中街，初5下晡出现正侪人来购买。有消费者前问罗不湾其中一间店，同分量的糖啊，1月起买差不多300元，初3起买煞爱600元。只有
涨了一个，但它其实不算涨了，因为它只涨了5块，而且那个是我们调降了某个本来我们卖150的东西，所以才稍微把它的平均稍微拉高一些。但其余大概我们这里有80%都没有调涨。头家6港品行的糖仔来称，买货糖仔无起价，嘛表示愿意甲消费者查清楚状况。另外，药店面虽然讲有标示价上，不过消费者不愿现场的价上，互人看拢无，买2袋都要2500，实际去问购买民众，大家看法无同。香菇贵大概100块左右，应该还可以啦。现在物价都上涨这么多了，价钱应该不会什么差动。只是说量会减少。当地相关理事长建议，若是对介绍有疑问，爱随甲头家反映。消保官嘛提醒业者爱面靠标示介绍。为了避免产生无谓的消费争议，业者应该将计费的方式，比方说，如果是用磅称，那每100公克或者每斤多少钱呢？应该予以明示的一个揭露。民众欢喜办年会，若是拄到头家黑白起价，难免影响心情。消保官表示，若是拄到购买争议，会当向市政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提出申诉，由消保官协助沟通解决问题。记者采访报道。要过年啊，最近在伫咧花市有过年气氛的花，嘛拢卖甲真好。业者表示讲，今年的产量虽然有较少，也毋过是无影响到价销。今日贵人7家花卉园区五彩艳丽的花一盆一盆，过年期间袂少民众拢会买几盆放伫厝内。业者讲目前百合、红杏子、绣球花、彩色海蚵仔买起袂歹，开甲长水的虎头兰、蝴蝶兰，嘛是春节热门的园艺盆栽。其中鹿角兰、国叫马岩，都变做每年应景的园艺。过年的期间，就是可以做一些就是家里面的布置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能会选一些兰花，对，然后家里面也可以放一些比较有生气的植物啦。花的名字很长，有时候都会把它缩短，叫马元。明年又是马年，所以马年如果有缘，就是说有好的缘分，那外面是圆盾，里面是方形，叫外圆内方。又是马年，好像有马上赚钱的意思。其他有海音也是吉祥意思的园艺食物，像讲金桔啊、银柳、招财树、好彩头，是家家户户拢会买，真喜气。不过因为今日景气无真好，今年供货量差不多减少1成。我们生产者预期我们的景气可能消费力没那么高，还有加上气候暖化，有些花可能在培育过程中就损耗了一些。我自己的调查大概今年的供货量有少大概10%。过年期间为新春所做的园艺布置，不但为居家立美化，也因为色彩真水，也当迎接新春热热的气氛，还有青翠真有精神的好格调，会当让家己心情变好。目前各种盆栽都已经完全到货，提供民众无同的选择。记者采访报道。今年台南月丁港的灯节，伫咧明仔载2月初7就要大型来起鼓，会展览1个月时间。这个灯节已经办到第16档，今年的主灯也就是这个天马秀，也有其他来自日本、韩国等等的国家50组的艺术家做伙展出60件作品，真水真精彩，也互民众是真期待。这只天界新秀伫水面顶，伊身躯是半汤光，有青蓝色甲粉红色的色水。今年是8年，台南咸水月丁港灯节，这回主灯以天马秀做呈现，互人看起来都是真自由佮活泼的美丽向灯。加做今年灯节上界显目的作品之一，另外嘛用灯光来打造放蜂仔炮的老街。2月初7暗时起鼓，点灯互大家欣赏，民众拢真期待一年一届的美景。我每年都期待，每年都期待，尽力了啦，就这样子啦。个人见解不同，每年都不一样，可是也有相同的地方。主灯呢叫做天马兽，它是由深钢厚刺所特别为我们这一次灯节所制作的。整个主灯呢，它最有趣的地方是它采用了日本的盒子来进行制作，透过光，事实上呈现出一种非常温暖的一种感觉。灯节以假放咸水未来发展光景做主题，结合工艺术、科技媒材、甲地方文化、历史记忆，甲灯节规划做3大灯区，嘛结合台湾、日本、参韩国家的艺术家，拢总60组作品，要透过光、雾、声音甲互动装置，甲月丁港这个区域转化做暗时欣赏灯光美景的所在。另外，这回为了要互民众方便规划。
月春节元宵的旅游行程，管理局特别整合活动主线，好民众更加清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在新闻的最后，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8度至23度，中部地区17度至25度，南部地区19度至29度，东部地区19度至27度。还有外岛地区11度至2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